好来继续来看，准总统赖清德5月20特别就任，社会各界拢真关切赖清德外交的路线。有风声讲赖清德的外交策略已经定调，将以价值外交为目标。另外，蔡总统早起是颁发着勋章予赖清德，哪像嘛代表是正式来交接。特授予中山勋章。亲身替副总统赖清德甲勋章，这凡说是因两个人上尾一摆以政府官小的身份，同齐出现伫咧府内，当时嘛代表正式交接。率领准总统赖清德特别上场5日抗演说，尤其两岸和国家安全立场是备受关注。We reaffirm our unwavering commitment to democracy, peace, and prosperity, which are essential to forging a new era of values-based diplomacy. 就是这价值外交事迹，传出的是未来赖政府秉持外交的路线。去年10月，赖清德出席外交使节酒会时，重申以民主、和平、繁荣的价值，要深化台湾国际连结。时间往回推算，伫咧伊出访巴拉圭回国了后，8月2号的国际媒体社地活动内底，头一摆提出价值外交理念。最近外交部长林佳龙伫咧临时发布的记者会嘛捌讲过，以民主为基础的价值外交，产业日不落国的经贸外交。美国和蔡总统8年以来维持的普世外交路线，赖清德真侪摆重申民主价值，敢若要展现和美国、日本理念相反的国家保持朋友的关系。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进前提出的报告，赖清德答应遵照蔡总统4个坚持两岸政策路线，要找出独特的议题，避免增加台海冲突。他说不寻求独立是善意吗？台独党纲废掉。或者冻结就是最大善意，不会单方面的升高台海的局势，但是释出的善意，也希望中国能够也有善意的回应。在咧维护国家主权的同时，赖清德写出诚意，希望当开创两岸新局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